好，各位家長、各位同學仔，大家好。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升中面試嘅技巧同埋一啲趨勢嘅分析嘅。嗱，我相信咧大家都為咗呢個升中面試咧預備咗唔少時間㗎啦。咁究竟點樣先可以突圍而出？或者除咗去到做一啲基礎嘅培訓，譬如中英朗讀啊、自我介紹啊、數理對答，或者去幫佢睇一啲時事常識之外咧，仲有啲咩其實可以預備得再好啲，令到佢可以更加有把握咧？咁第一個部分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咧，亦都大家應該已經好有深刻印象，就係家教合一咧嘅呢個概念。其實點樣可以咧俾到學校知道咧，對小朋友咧嘅家庭支援咧係充足嘅，佢嘅情緒調控啊、抗壓能力啊，或者佢個人表現、獨立性格呢啲咧，其實就唔係淨係好似佢嘅自我介紹或者佢啲證書反映到出嚟，係真實地呈現到咧，咁就好睇喺呢啲題目裡面嘅時候，你哋嘅對答係點啦。嗱，以往咧比較籠統咧嘅一啲嘅面試題目咧，就會有呢啲嘅。譬如佢就問啦，你日常生活嘅時候咧，放學之後邊個同你溫習功課啊？或者咧你週末出外嘅時候咧，有邊啲人同你去玩啊？咁我咧就比較簡單啲咧，就去了解佢嘅家庭背景。咁但係近年咧，為咗想真係知道咧嗰個小朋友嘅真實狀況咧，題目就會有少少轉變嘅，轉至一啲譬如可能就問啦一個情景嚟嘅。嚟緊咧，你嘅畢業典禮啦，或者嚟緊咧就有學校旅行，咁咧你淨係可以咧同一個親屬啦、一個親人一齊去啫。咁你會邀請咧邊一個人同你一齊去啊？點解咧你會揀佢同佢去啊？平時你哋有啲咩接觸啊？咁所以都可以留意一下咧，點樣喺呢啲題目上面嘅時候咧，可以為小朋友預備多啲嘅。咁第二類嘅題目咧，就係展現個人特質嘅題目啦，可能係領導能力啦、溝通能力啦、合作團隊精神。譬如可唔可以分享下你一次團隊合作嘅經驗咧？咁可能咧佢就會喺你嗰次嘅經歷裏面咧，去再問你啦。咦，有啲乜嘢嘅挑戰你哋遇得到啊？當時有冇啲咩嘅分工咧？有冇同其他人有一啲爭議嘅地方出現？嗱，咁透過呢啲嘅內容咧，佢就可以再真實地知道其實當時嘅情況係點。小朋友嘅應對又係點咧？咁就可以大大減少咧以往背答案啦，甚至有啲經歷可能係即係隨便亂噏嘅。所以我哋喺應對或者追問環節嘅時候咧，亦都係可以預備其中一個主要部分嚟嘅。嗱，除咗咧啱啱咧所分享嘅一啲能力之外咧，更加多咧大家要留意嘅地方咧，可能就係以下咧呢兩種嘅題目方向嘅。咁第一種咧就係解難嘅能力啦。解難嘅部分上面咧，其實咧就有兩個主要考核嘅重點嘅。第一就係會真係俾啲好難嘅題目你。個好難嘅題目咧，可能係一啲情景好困難，令你好兩難嘅。譬如你見到你嘅好朋友咧喺一次默書或者考試嘅時候咧，疑似有啲作弊嘅行為出現喎，咁你會點樣去處理咧？咁呢啲狀況咧，有機會咧已經會令到咧小朋友陷入咗一啲咧可能一啲道德啊或者情義之間嘅兩難，或者係真係啲事實性好兩難咧，係超越咗咧小朋友而家嘅學習知識嘅。咁點解要出一啲咁嘅題目咧？想測試咧小朋友究竟喺面對唔熟悉、唔習慣嘅情況嘅時候，咁究竟佢點樣應對咧？第二種啦，一啲高壓類嘅。高壓類咧就唔單止係好深，甚至咧有一啲老師咧。一啲面試官咧係特別一個刁難嘅角色嘅，可能佢語氣特別冷淡啦，對你唔識答嘅時候咧，亦都可能係目無表情，係唔會有啲鼓勵嘅眼神俾你嘅。如果真係唔識嘅時候，咪直接講，可以用誠懇嘅態度去到解釋。其實我對呢條題目唔係好熟悉啊。或者面試官可唔可以俾多啲時間我再思考下咧？甚至都真係唔識答啦，咁就係講話我可能係了解唔到條題目，或者我唔明白嘅，但我會嘗試作答。咁呢一啲嘅態度咧，其實都已經好好展現到咧，我哋喺面對困難嘅時候咧，一啲應有嘅辭態係點樣嘅。咁除咗以上分享咧，仲有啲其他類別嘅題目咧，咁都係幾熱門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下。譬如可能係社會責任感類嘅題目啦，一啲公民意識類嘅題目啦，咁一啲可能係創新科技嘅題目啦。咁亦都可能咧係一啲關於咧個人發展嘅，咁可能咧你對學校嘅了解嘅題目咧，咁呢啲都係幾經常咧，可能喺唔同嘅面試上面嘅時候咧有機會出現嘅。唔識唔緊要嘅，即係譬如可能創新科技咁多唔同部分問到好深，我可能唔識嘅喎。其實咧主要喺面試部分咧就唔係淨係為咗考核咧，大家喺嗰一個部分裡面係咪真係非常之熟悉？我哋都係要留意翻就係其實佢係咪有多元嘅意向發展啦，有冇一個積極性啦？對嗰類嘅事物裏面有冇求知嘅心態？你每一方面都有啲預備，到時唔會完全口啞啞咧。我相信已經可以令到你有足夠嘅表現㗎啦。好啦，去到最後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咧幾重要嘅部分。
咁呢個部分咧就每一次咧都喺面試咧可能係最尾嘅尾聲環節出現嘅。咁就係咧問翻學校一啲問題。嗱，假設咧如果你有機會啊，面試官去問你啊，你有冇啲咩想問學校啊，或者有冇啲咩想了解我哋學校多啲咧？咁我就建議各位咧就千祈唔好話冇啦。如果你咁想入呢一間學校，咁想同我哋呢間學校一齊過你嘅中學生活，你係唔可能冇問題問佢哋㗎。咁所以咧，我都好建議咧，各位咧可以預備，或者係你諗一諗，其實喺你嘅背景，你係運動好叻啊，讀書好叻啊，數理好叻啊，奧數好叻啊，美術好叻啊，定係邊啲方面係有擅長嘅地方？再睇一睇呢一間學校有啲咩係配合到你嘅，而你喺當中有冇啲咩疑問？譬如可能係設施上嘅，可能教練上面嘅，可能咧係參加比賽上面。甚至咧喺未來嘅學習發展當中，點樣可以平衡我各方面嘅時候，其實學校有啲咩配套啊，或者有啲咩政策，其實呢一啲咧都可以咧轉化成一啲咧簡單嘅問題咧，同翻學校去到分享嘅。咁譬如我打下比喻啊，即係好似譬如咧，可能你係一個即係運動背景嘅同學仔，你入到呢間學校上面嘅時候，咁你都可以好真誠咁話我可能咧要注意運動嘅時間比較多，咁我就擔心咧入到呢間學校嘅時候咧喺學術方面會有啲吃力。我又唔知學校有啲乜嘢係可以幫到我，或者令我平衡多一啲嘅咧。咁你都可以同咧學校做一啲咁樣嘅分享，去提出一啲小嘅問題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我相信大家咧喺呢個面試當中，唔單止係俾學校認識你，你亦都應該透過呢個面試認識學校更加多，咁樣先係一個最好嘅狀況啦。